Hello，大家好，又係我喎，螢火蟲家庭復活節家庭連於你10天嘅體驗嚟到第6日啦。哇，已經超過一半咯喎，好快就完成啦。希望呢一個10天嘅體驗係令到你呢能夠繼續累積落去，10天又10天再10天，咁繼續持續嘅同神連結喺埋一齊噃。咁好啦，我哋呢螢火蟲家庭呢個10天嘅體驗呢個目的呢，就梗係讓你同你嘅家人係從神而嚟，得着力量同埋更新啦。咁所以呢，你先去 subscribe 咗我哋螢火蟲家庭，咁你就會持續都會收到我哋嘅一啲嘅新嘅經文同埋禱文噶啦。呢個時間呢，我哋又要揾一個好舒服嘅座位，可以呢俾你去放低你自己嘅思慮，放低一啲你手上忙緊嘅嘢，放低一啲你掛心嘅事，放低一啲你掛心嘅人，完全交俾愛你嘅天父。放慢你嘅呼吸，心裏邊呢尋求神，渴慕神嘅話語，願意神喺經文裏邊向我哋說話。今日第6天嘅經文係記載喺馬太福音第28章第6節。他不在這裏，照他所說的，已經復活了。我哋聽清楚，他不在這裏，照他所說的，已經復活了。最後，我邀請你同我一齊讀啊！預備起，他不在這裏，照他所說的，已經復活了。你有咩感受呢？喺呢段經文裏邊，你睇到啲咩？同你嘅屋企人分享，我哋一齊同心禱告。主啊，你已經勝過死亡同埋罪惡，你係昔在、今在、以後永在嘅全能者，在一切嘅事上，我都要高舉你嘅名，靠着你得勝。禱告奉主耶穌名求，阿門。剛才呢段經文裏邊，你有咩領受呢？有咩感受呢？有咩感受呢？有咩重新發現呢？或者係反反复复，神要提醒你啊！我哋同屋企人分享之後，就互相按聖靈嘅感動去禱告。